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课。一句以前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伫咧还未有机械甲咱人斗种田以前，水牛是农村上界重要的助手。伫过去，水牛不但是资产，有当时嘛，互人当作是厝内一份子，甲主人斗有足亲密的关系。水牛虽然未讲话，但是伊知影即个家所有的一切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，咱要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入来马哈囡仔讲的世界，做伙来听看卖水牛的心内话。我问老水牛：“爸妈为什么不在家？”老水牛说：“哦。”老水牛知道一切事情的答案，但他不爱说话。他是三合院里最沉默的一个，像块石头。我问老水牛，爸母是安怎无伫厝？老水牛讲：无。老水牛知影所有代志的答案，不过伊毋爱讲话。伊是三合院内面上无声无句的迄个白须石头。天拄拍晡仔光，远远的天边小看一撮白，大水牛就互主人阿福伯牵出来散步。透早的空气真清气，带着春天特有的寒意。阿福伯甲大水牛牵来青仔树骹食草，就惊对过年前已经补好的田遐去。即阵的黄仔已经发甲规片青冷冷啊！看甲人心情拢好起来，小头袂少阿福伯即阵以来烦恼不安。我若是去台北，这个田要安怎？水又搁要安怎？这是阿福伯烦恼的原因。过年的时阵，两个后生带某囝倒来陪伊，到初五才依依南下来离开。阿福伯知影后生对伊放袂落心，只不过面对这片陪伊一世人的家园，甲迄只老水牛，伊嘛同款行袂开骹。阮带你去看迄间老牛的厝，有遐尼开阔的草地甲大水池，阿水去遐会受到真好的照顾啦。环境是真好，无毋对，只不过。阿福伯想到大水牛迄对圆圆、乌乌、佮金细细的目睭，我毋甘啦。我知影，我嘛同款毋甘啊。阿水陪咱行过遐济岁月，我会记得有一遍风台天，你甲妈妈无伫厝，我甲伊遐行到要死，甲水囥伫牛牢内底呢。阿水就亲像咱兜的人。是啊，对你带伊转来头一天，我就知影。阿福伯回头看一下，有一只白色的鸟仔影跳伫阿水的脚趾边，是阿水的好朋友来找伊。以后伊若来，
敢会找无阮兜阿水啊？阿福伯吐一口气，继续行伫田花路。一片土地勇气骨落大人，要哪会行会开骹？毋过，就算伊的身体还阁勇行，伊嘛真正老啊。残忍的膝头对伊来讲已经有淡薄仔食力，伊还阁有才调做偌久咧？阿福伯流连伫日头骹，轻轻咧摇的黄啊，心内有讲袂出的毋甘。是小姐，牛早。阿水兄，牛早啦！天还袂光，就出门哦。哎哟，较早精神的鸟啊，有通好食。你哦，就是西姐。哎呀，食饭皇帝大嘛，阮做鸟啊会经甲头袂光，骹嘛袂提。哎呀，洗喙吼，就是为着要食物件。安尼讲嘛是有影，不过我早精神，毋是为着要食草哦，是要陪阿福伯啊散步。你嘛知影，阮即阵啊是因为爱补黄啊，才无出门。要若无，阮两个是规整行透透呢。我伫天顶咧对恁呢。不过阿福伯啊，即马行袂使会振动啊，经过1点钟的路程，即马爱行咧要2点外钟。我讲阿水兄，袂当自欺欺牛啊！是阿福伯啊，惊你行袂振动啊吼。白灵溪头歪一边，看一粒大水牛。阿水兄比伊拄则熟悉时加老足济啊，走路嘛是慢嗦嗦。阿水兄敢毋知？我嘛行袂振动。大水牛心内咧想。自从阿福伯用天牛仔了后，伊就无阁落田，开力亲像嘛变较细啊。确实有淡薄仔行袂振动啊。看到远远迄个熟悉翘骨的身影，大水牛目睭澹澹。阿福伯哪会遮老？什么时阵开始的？记伫互牛转去足久以前，迄时阵伊还阁是一只牛仔囝。对牛耳和少年的阿福伯牵咧，通过人群定靠直直的市啊，行一则足长的路，来到一间红叶厝。红叶厝后壁有一间虽然老，但是真清气的牛寮。阿爸，我要看牛，我嘛要看牛。恁两个莫吵，安尼会甲牛惊着。免惊，即只牛已经有互人牵架过啊！牛角足水耶，足水耶！哇，这对牛角实在有水，又搁乌又搁金，足贵的吼！爱5000斤尺啊！哈，这么济哦！是隔壁庄就林先生因兜饲的。因兜有饲2只，所以才甘甲即只细只的卖人。你看，已经发4起价啊！
阿福伯甲牛的喙口紧开，互两个囝看。牛的牙座骨正中央，有四齿，差不多平大。我看到啊，伊的喙齿足大齿的。我看袂到。来，阿爸陪你看。伊的喙齿比我搁较少。但是伊的气力比你较大哦。有偌大？伊会当甲规车车甲牛车拖顶动哦。哇，厉害耶！阿福进甲一桶蓝米糠甲番薯签的饲料倒入去牛槽内面。以后就拜托你咯。拜托咯，拜托。两个囡仔咧大足紧，一个啊着读小学，读大学，即马已经甲因老爸当年带我来时同款的年纪呀。阿水兄是看因大汉的呢。是啊，两个囡仔定定轮流陪我去边仔浸水。因是想要耍水吼？哈哈哈哈！互你发现啦，浸水足爽快的，以前边仔足热热，规庄的水牛拢去伫遐，一阵水牛，一阵囡仔，一阵鸟啊，若毋是大人来叫，根本无人想要离开。但即马边仔敢若剩我一个。安尼毋是搁较好？我介意边仔的鱼，才买一阵鸟仔甲我抢食咧。又搁是食的，你咯？阿水兄，我甲你讲哦，鱼比虫搁较好食。以前边仔的鱼是足济哦。好佳哉！哇，啥物拢介意。伫草地就食青草，去边仔就食水草。阿水兄是好牛，欢喜做甘愿受，我是无法度。做一工牛，就爱守一工牛的本分。你做的代志吼，确实是足济啦，着搁爱顾囡仔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爱迄两个囡仔。想到两个小头家，大水牛心内烧落烧落。因过囡仔若耍了忝，就拍伫伊的脚趾片。因知影老水牛会安全，甲因带转去厝。我知影你足爱因，过年因规家伙仔若转来，就去牛寮看你。但是因的囡仔无啥甲我紧你哦。是囡仔的老母，惊因危险啊！危险？你的危险？白灵师强要反白街。我的牛角看起来真惊人。你的角吼，是我看过上大、上好看的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阿福进啊，以前嘛定定安尼讲呢。伫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《暖暖十门客》。广播剧内面水牛甲白灵师的话也未讲煞，不过真侪过去有咧做事的长辈时代，应该拢对水牛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
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凤吉老师，伊细汉的时嘛捌放过牛。节目上来去，咱就邀请沈凤吉老师来跟咱分享有关水牛的记忆。有新妇无牛母。60年前的台湾，还阁是农业耕作的年代，庄稼人做事拢爱有饲牛较济。迄当阵做事的意思，干那咧讲做田尔，后来才扩大包含，将做工课嘛讲做事。阮兜做无偌济田，嘛饲一只牛母。拖车拉田拢真方便，定定牛的工课浪芳，阮就爱牵牛去饲。伫我读国校初中的年代，牵牛是我真喜意做的工课。迄牛牵去甲田寮的排水沟，哪行哪食高花的草，我闲闲就徛伫牛的脚趾边看册，也是讲罔上东上西，享受迄个盈盈快乐的下晡时。讲到阿福锦，大水牛难免有淡薄仔伤心。妈，阮转来啊！妈，你今仔有较好无？有啦，逐工拢有较好小看。朋友有打电话给我，暗时10点过陪你食物件，明早起爱办大圆手续。好，我知影。阿福锦嘛带伊，是谁照顾伊？当然是阿福伯啊！田里的石头咧，无法度，只好放咧。阿福锦嘛会白，不哩啊严重。哎哟，迄两个囡仔咧？迄阵哦，庆良啊已经读5年啊，庆丰啊嘛读3年啊，两个囡仔拢真乖，除了田里的石头袂晓做，剩的内内外外的工课，拢嘛是因两个兄弟啊包办。哦，安尼哦。早早就精神，牵我出去食草，清牛条，饲鸡饲鸭，整理订斗，下昼放学转来，一个煮菜，一个搁牵我出去食草。只是我逐摆沿路行，都沿路听到因咧哭的声。应该是咧想因老爸老母啦。是啊，迄段日子真恶过，对因来讲啊，是伤心的往事。伫遮快乐的记忆应该较济吼。快乐的记忆有啊。对大水牛来讲，有真侪快乐的回忆。伫我黄的时，迄金细细的稻田是偌尼啊好看。町道内外甲车路顶悬拢咧拍漆啊，就算牛车拖起来足正力，大水牛嘛无怨言。伊知影牛车若愈重，阿福伯甲阿福锦就会愈欢喜。只是囡仔若哭，伊嘛会对咧吼。我上惊庆丰啊问我，爸爸什么时阵会带妈妈转来？阿福锦嘛是什么时阵才转来哈？过足久才转来，一转来就问这两个囡仔
有甲我照顾好势无？敢有恢复健康？好开煞了后，身体足虚懒，庆良还袂读国中，伊就过身啊！就是迄个时阵开始，阿虎伯甲囡仔讲话时间变少，甲我讲话时间煞变济。囡仔嘛是定定问我，为什么妈妈会翘去？安尼，阿水兄，你安怎讲？我讲我知影春夏秋冬四季轮转，我嘛知影种地犁田，播黄到收成。我知影人会变老，囡仔会大汉，不过我唔知影死亡这件代志。我知影。医师小姐知影？知影，阮朋友伴的身躯割掉伫咧田里，袂顶袂动，搁较大，搁较肥的虫夹互伊食，伊嘛毋食。死亡是袂顶袂动哦。就是袂顶袂动啊。大水牛想起树顶的绳仔，总是袂振动，但是因的声音，规个热人拢无停困。迄阵因逐工秀亮的青仔树，嘛是袂振袂动，但是因的树影对原本敢若会当甲阿虎伯昨日，到后来会当抵因所有的大大细细。我无法度理解。我嘛无啥理解。一只鸟，一只牛，兀兀啊想着天顶迄蕊愈闪愈远的白云。死亡真正是一件真歹理解的代志。恁转来啊，就甲恁交代，莫赶转来。高速公路塞车无？袂要紧啦，清明节无转来，免哪会使？就是讲啊，真无简单，才等着清明连假，当然爱转来。过年才过无偌久，而且忝。袂啦，转来看你，要哪会忝？我有考虑恁讲的迄间老牛之家。真诶？阿水啊，为咱做遐济代志，若是会当互伊伫遐尼好的所在养老，应该是袂歹啊。恁阿母嘛会足欢喜才对。若是阿爸袂放心吼，咱大概转来拢会当去看伊。是啊，而且阿爸若歇热带这个囡仔转来，时到若想要互阿水转来，咱就甲伊带转来。阿虎伯答应庆良兄弟仔去台北，是因为因讲逐当休热，拢要带伊甲孙仔转来翁兄厝住1-2个月，安尼伊就会当去看伊的阿水。好，囡仔会当坐点伊的脚车拼出去耍，就像恁细汉的时阵安尼。哈哈，即声囡仔转去学校有通等啊！有啥物好等呢？阿爸，即摆囡仔要去倒位骑水牛？安尼讲嘛是有影啦。阿虎伯咧笑，目睭相对埕道边食草的老水牛，心内感慨万千。伊同款是伊，阿水有原是阿水，只是伊老啊，头毛喙鬚白，老哭哭，阿水行路嘛袂知。
一只白色的鸟仔影跳伫大水牛的脚趾边。恁看是白灵星呢？是阿水的好朋友哦。牛毛好朋友。当然啦，因是上好的朋友。好朋友呢？耶！落雨啊！落一点仔雨嘛好，去陪望较凉。阿福伯哪笑，哪看大水牛爱白灵丝，行对边仔遐去。咱来去边仔，了小姐上介意的鱼啊！阿水兄上了解我。你看，落雨啊！这是阿水兄上介意的水。小姐真了解我。大水牛头打起来，雨甲伊的面甲身躯拢压淡去，伊感觉规身躯足爽快。白灵星甲羽毛嗨嗨咧，嘛伸手替大水牛整理身躯的毛。定到传来大人囡仔，亲像是咧大声喊休，佮亲像大声咧笑的吵闹声，茫茫又个遥远。伫雨中，一边是大人囡仔走对红叶厝，另外一边是一只牛甲一只鸟对水边仔的方向豆豆啊行过去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大水牛》是由吴静芳原作，吴静芳大家师编剧，洪秀芬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阿福伯、张志宏演出；大水牛林瑞君演出；白灵丝王雅玲演出；阿福吴志宏演出；阿福姐嘛。阿娟演出，庆良林子伟演出，庆丰王彦波演出，细汉的庆良李品耀演出，细汉的庆丰苏幸福演出，阿福伯孙阮彩妍阮诗婷演出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一句以前有一间3合1。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带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第2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0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。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趾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看咧，雨丝香。
白影闪闪，无像山孤红的线，金石脚月娘出遐灯。